咁我哋身後面嘅呢，就係出雲大社嘅拜殿。今日呢，就會做一個出雲周邊嘅一個行程。首先我哋去咗日月旗燈塔先啦，然之後就翻嚟呢個出雲大社呢度呢，就參拜出雲大社同埋行下佢嘅廟參道嘅。好啦，落雨啊，我哋行快啲啦 ，Let's go！喺玉造溫泉度過好 relax 嘅一晚，我哋乘搭旅館嘅專車嚟到車站，準備乘搭山陰本線列車出發前往同樣位於島根縣嘅出雲。由玉造溫泉出發去出雲需要半個鐘頭車程，由松江出發就需要40分鐘。列車經過玉道湖，嚟到出雲市車站。由於我哋今晚唔會向出雲過夜，我哋需要喺車站 store 起啲行李再出發。車站有提供各種大細嘅投幣儲物櫃，最大型嘅可以放到成個篋，每次800 yen。而儲物櫃只係收100 yen 硬幣，大家可以喺隔離嘅找換機唱錢。擺好個篋之後，就可以去車站外面嘅巴士站排隊出發去目的地。我哋第一個行程係日月旗，由於巴士真係好疏，我哋一定要追到每一個班次。我哋首先乘搭10點4個字去出雲大社嘅巴士，車程35分鐘，車費510 yen。如果你目的地係出雲大社，都可以搭呢架巴士。除咗搭巴士，一田電車都係去出雲大社嘅一個選擇，但由出雲站出發需要轉車，今次就唔介紹住啦。巴士嚟到出雲大社前站，但呢度唔係我哋嘅目的地，要轉車去日月旗就要搭到去總站。嚟到出雲大社巴士總站，等11點開去日月旗嘅巴士。由出雲大社去日月旗需要半個鐘頭，車費同樣係510 yen。到達時間係11點7個字。我哋終於嚟到日月旗啦。咁其實我哋嚟呢度呢，真正嘅目的呢，係為咗食呢度嗰間海鮮檔嘅。我哋而家就去睇下究竟有咩咁把炮。落車行大概5分鐘就嚟到海鮮檔專門店。花房係一間海鮮食堂，主打附近地區上岸嘅海鮮。餐廳喺2024年俾食評網站 Tabelog 選為8名店。花房發售各種海鮮檔，售價由1100 yen 到3300 yen。我哋揀咗唔同嘅海鮮檔，每個海鮮檔都係套餐咁上，分別係3300 yen 嘅海膽檔，仲有2400 yen 嘅古事記海膽檔，裡面有油甘魚同埋鯛魚等等嘅刺身。咁我哋就成功嚟咗呢個日月旗嘅花房呢間餐廳食飯。咁佢啲檔呢都係好正嘅。佢同我哋講話嗰個飯本身已經係加咗豉油啦，咁就唔使再等加，除非我哋想啦。咁呢度係包埋植物啦，同埋一個麵豉湯嘅，好期待，好正，我唔客氣啦，食啦。咁呢度嘅職員係唔識講英文嘅，全部都係婆婆嚟嘅。咁好好彩，頭先我哋隔離台咧就有一對日本夫婦，咁佢哋識講英文，佢哋係幫我哋翻譯咗2句，所以我哋就順利叫到呢個檔。你嗰個反而易啲開始，我呢個都唔知點揀，太多。海膽都好煩啦，我呢啲㗎。就由最令人期待嘅海膽開始啦。我哋試下個海膽得唔得先？一放入口就知道係得，因為係海水味。好香！哇，咁大劈三文魚子。有一樣嘢幾好就係佢本身已經落咗豉油喺入面，咁我哋就唔使再特登加，因為我哋自己加會加到好唔平均。因為我發覺我哋經常食到好多海鮮檔都係唔落醋嘅，係咪其實咁樣先係正宗？咁食完呢個海鮮檔啦。嗱咁講啦，係有啲瑕疵嘅，即係例如啱啱個海膽飯有少少係臭咗個海膽啊，或者我嗰碗有啲魚係連埋皮咧，有啲好硬咬，好多筋啊咁樣。但係整體我覺得個味道都係唔錯嘅。大家如果嚟日月旗嘅，mark 低呢間花房 OK 嘅。
食完海鮮檔，我哋嚟到日與其嘅地標。日與其燈塔位於島根半島嘅最西面，建於1903年，高度達到43.65米，係東南亞最高嘅燈塔。百幾年嚟一直治癒住經過日本海嘅船隻。塔頂有一個高40米嘅360度觀景台，可以欣賞到日與其一帶嘅海岸景色。我哋首先喺燈塔外圍兜一個圈，再慢慢行去燈塔入口。日與其燈塔由日本海上保安廳管理，參觀時間係朝早9點到下晝4點半。入去燈塔需要買飛，成人門票300yen。上去塔頂之前，大家需要除鞋，放喺售票處隔離嘅鞋櫃入面。準備好之後就可以登上塔頂。由地面登上塔頂需要行163級樓梯，梯級都係好細嘅，大家都要小心腳步啊！除咗小心腳步，大家都要小心撞頭啊！嚟到塔頂，出去之前要記得着住拖鞋啊！行出觀景台就可以全方位欣賞到日本海嘅景色。哇！轉到頭都暈埋，終於上到嚟塔頂。哇！好大風，但係個風景又好靚嘅。如果好天啲就更加好。哇！仲難行過天守嗰啲樓梯啊！哇！呢度好靚啊，好中意呢度啊，都好中意上天守閣。不過咧，我自己就覺得咧，上到去頂度咧，其實個風景同下邊其實差唔多嘅啫，而且上邊係超級大風。咁所以我覺得上登塔頂係唔係必要咯，不過係一個儀式感咯。大家嚟到出雲，千祈唔好錯過日與其燈塔啊！離開燈塔，我哋出發去日與其另一個必到嘅景點。由日與其燈塔出發行10分鐘，就會嚟到日與其另一個重要嘅景點。日與其神社歷史久遠，喺日本古籍《出雲國風土記》入邊已經有被提及，有超過1300年嘅歷史。而現存建築就係喺江戶時代由第3代將軍家光興建，拜殿稱為日尋之宮，供奉日本最重要嘅天照大御神。據說相對於伊勢神宮守護日間嘅日本，日與其神社守護晚間嘅日本。一如以往，入鄉隨俗，我哋就嚟拜一拜，希望保佑行程順利啦！作為日本國家重要文化財，日與其神社係一個值得到訪嘅景點，大家不妨嚟參拜下。時間嚟到下晝2點，我哋嚟到日與其神社前嘅巴士站，準備乘搭2點4個字嘅巴士返去出雲大社。錯過咗就要再等2個鐘頭㗎啦。咁我哋就成功上到呢架返出雲大社嘅巴士，咁我哋而家就返去參拜出雲大社。由日與其神社出發，20分鐘左右就可以返到去出雲大社。穿過 Souvenir Shop 同埋停車場，我哋正式進入出雲大社嘅範圍。道根縣被稱為日本神話嘅起源，喺公元712年完成嘅古事記入面，出雲大社已經有被提及。傳說每年農曆10月，日本神道眾神會集齊喺出雲大社，召開稱為神議嘅會議。因為各地神明都出行，所以日本10月又被稱為神無月，唯獨係集合咗眾神嘅出雲，稱呼10月做神在月。出雲大社供奉咗大國主神，係日本位階最高同埋歷史最悠久嘅神社之一。除咗一般嘅祈福，亦都係一個祈求姻緣嘅聖地。雖然今日內微雨，但係適逢新年期間，有好多日本人都嚟參拜，祈求新一年事事順利。
拜殿後面有發售御守嘅授乳所，而我哋嘅目標就係收集乳豬印。日本各地嘅寺廟神社都有獨一無二嘅乳豬印作為信眾嘅參拜證明。大家可以稍為奉獻之後得到乳豬印，金額度度都唔同。為咗好好保存乳豬印，建議大家都買一本乳豬印帳。唔同嘅神社都有唔同嘅款式，即係一門好深嘅學問啊！喺授乳所隔離係出雲大社最重要嘅建築。出雲大社現存御本殿建於1744年，建築設計採用咗大社造，可惜入唔到去睇。出雲大社入面嘅御本殿係日本國寶嚟嘅，大家可以隔住圍牆欣賞呢座國寶建築。除咗參拜出雲大社同埋攞到乳豬印，其實我哋仲有其他嘢要做。每次到訪日本寺廟神社，我哋都會買御守，但係御守都有效用限期，大部分御守有效限期係1年，過咗期之後唔可以亂咁掉，大家就需要還御守。咁話說上年呢，我就喺蘭波白板神社度求咗個就職手，跟住嗰1年之後呢，我竟然屌去新部門度做嘢喎，所以今日特登呢，就嚟到還御守啦。咁多嘅還翻嚟嘅御守需要擺喺古神宅立所入面，就算御守係喺其他地方求翻嚟，都可以喺就近嘅寺廟神社度還。當然，如果大家想留翻個御守嚟留念，亦都冇硬性規定一定要還嘅。出雲大社係日本最重要嘅信仰聖地，大家如果有機會嚟到山陰地區，一定要嚟出雲大社啊！離開出雲大社，由於時間已經唔早，我哋決定唔行出雲大社表參道，改去另一個景點。啱啱有講過，日本神道眾神會喺農曆10月齊集出雲大社，而呢800萬位天神就會喺出雲嘅海邊上岸，由出雲大社出發向海邊行20分鐘，就嚟到800萬位天神上岸嘅地方。稻佐之班位於日本海岸，海灘上面有一座稱為濱天島嘅島仔。濱天島上面有一個鳥居同埋神社，係一個神聖嘅地方。可惜今日天氣唔好，如果唔係呢度嘅日落一定好靚。據說將呢度嘅沙帶返去出雲大社，就會為你帶嚟好運。我哋返到去出雲大社，搭巴士返去出雲市站。由於錯過咗出雲大社嘅表參道，我哋亦都錯過咗出雲本地嘅小食。好彩喺車站便利店揾到其中一種善哉。善哉類似香港食到嘅紅豆沙，裡面浸住年糕。今集嘅時間又差唔多啦。咁如果大家中意我哋嘅片嘅話咧，就記得 like、subscribe 同埋 share 我哋嘅 channel。咁如果大家有啲咩想同我哋講嘅話咧，亦都好歡迎大家喺下面留低 comments 俾我哋嘅。好啦，就咁啦，我哋聽日喺鳥取再見。拜拜。等陣先，今集就咁完咗，大家會唔會覺得唔夠喉呢？既然係咁，就俾大家睇下我哋今晚去邊度過夜啦。出雲嘅行程雖然完咗，但係由於我哋唔會喺出雲過夜，我哋返到去出雲市車站，準備出發前往今晚留宿嘅城市。我哋今晚 book 咗鳥取縣米子市嘅酒店。之所以會揀米子，係因為米子係山陰地區嘅交通樞紐，有特急列車直達岡山同埋鳥取，非常方便。乘搭 JR 特急超級引擎，由出雲搭去米子，車程大約1個鐘頭。ご乗車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。この列車は特急スーパーオキ6号米子行きです。列車好快就嚟到米子。雖然已經到咗晚飯時間，但係我哋要去酒店 check in 先，擺低行李之後再出嚟食飯。行出米子車站，嚟到米子最熱鬧嘅街道。
估唔到呢度有幾多嘢食喎！一如以往，為咗方便搭火車，我哋都會 book 車站附近嘅酒店。今次我哋揀咗距離車站3分鐘路程嘅酒店。Greenwich Hotel 內部裝修時尚，大堂感覺都幾舒服。回程電梯後都可以自取浴衣同埋毛巾。由於喺今次嘅旅程入面，米子只係會過夜嘅地方，我哋冇安排行程，所以對酒店房冇好大嘅期望。估唔到呢間酒店反而令人覺得驚喜。我哋 book 咗2床客房，面積248平方尺。哇！呢個幾大喎！房間空間感十足，可以同時打開幾個行李篋。玄關前面有一張餐台仔，雖然冇衣櫃，但有一排晾衫架。另一邊有梳妝鏡，下邊個櫃有雪櫃同風筒。廁所浴室唔係乾濕分離，但依然有浴缸。執住之後，我哋就喺酒店隔離嘅居酒屋食晚飯。雙門夜晚營業時間5點至凌晨12點半，係典型嘅日本居酒屋格局。雖然餐廳用 tablet 叫嘢食，但就冇英文 menu。雖然咩都想試下，但一個唔小心就叫得太多。大和酒豬蜆968 yen， 串燒拼盤8寸2178 yen， 雞扒1628，肉子660 yen， 三文魚茶泡飯770 yen， 大山豚肉味噌燒1023 yen， 山藥炸物715 yen， 樣樣都好好食啊！整體質素令人相當滿意，但由於叫得太多，最後埋單11,660 yen。下一集我哋將會嚟到鳥取，到訪以食蟹而聞名全日本嘅河路市場，品嚐最新鮮嘅松葉蟹。我唔客氣啦。又 juicy 又多汁啊！參觀沙尖美術館，欣賞壯觀嘅沙雕藝術品。走過世界著名嘅鳥取沙丘，喺沙丘上面欣賞壯麗嘅日本海景色。品嚐鳥取和牛，一齊同我哋登上鳥取沙丘。